是遮尔冷，你听主的心是遮尔温暖。天气遮尔冷，你听主的心是遮尔温暖。阿免，上帝听，甲咱三角徛起，赐阮伫咱的心上。咱伫经过日子，咱实在爱感谢主。当世界这个气化即款极端的气候在变化的时阵，咱台湾还阁算四季还阁有淡薄仔分明。所以，咱爱为着这来感谢。伫上帝赐福日子，全世界真侪所在已经拢咧限水啊！包括欧洲真侪国家非常有进展的国家，但是因的水也真欠缺。已经像欧洲，我知影法国因改成是一礼拜供水，干那供4天尔。所以咱安尼是用要一半的日子是无水通去用。所以咱会伫台湾，咱实在是真大的稳定。也要感谢主，伫昨的时阵，总共有2000外个人的兄弟姊妹四散伫台湾各县市，同齐做伙伫上帝面前，为着国家来祈祷来献祭。咱爱为着遮来感谢。咱也相信，抑阁毋若干那安尼尔。我知影有个教会，因连续举行100天的时间，连续举行100天，为着国家咧守望、咧祈祷，每一天早起6点到7点。所以咱感谢主，咱会了解这样代志。有个时阵，咱嘛会安尼讲，咱若拄着啥物代志的时阵，咱就会讲我替你祈祷。总是即句话，一方面有对咱有真大的安慰，但是另外一方面，抑阁确实知影。咱会了解是安怎，咱会讲即句话，因为咱认为上帝会听祈祷。总是咱伫上帝面前用，毋是干那恳求尔。圣经内底讲，祈祷包含几啊种内容。圣经内底讲，祈祷、祈求、感谢、学乐、颂赞，这拢算祈祷的一部分。所以咱伫主的面前，今仔日咱大要来感谢咱的主，咱的上帝。将一切颂赞学乐来归予咱的主，因为伊看顾咱，伊看顾台湾，伊看顾咱的城市，伊看顾咱的家庭，伊看顾伊的教会。咱所以伫主的面前来感谢伊，到伫如今耶和华龙邦赞咱。当一开声来学乐来感谢咱的主上帝，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爸爸，亲爱的爸，亲爱的爸，亲爱的爸，你是我的爸。是你疼惜照顾伫我的心上，我要将这一切颂赞、学乐、荣耀归于你。感谢亲爱的爸爸，我是袂晓安怎样做囝，总是你是我的老爸，你要教我，也予我会通来受教。亲爱的爸爸，亲爱的天父，亲爱的天父，亲爱的天父，予我伫你的内面真正来领受你所享受的平安。稳定安息，亲爱的爸爸，亲爱的爸爸，这个字对我来讲是这么啊生分，但是你要伫我的身上来成就，互我真正来认捌你是我的爸，来认捌你是我的爸，你是我的爸，你是我的爸，用稳定灵敏享受伫我的身上，用慈爱甲疼痛。祝福伫我的心情，我的爸啊，我的爸啊，我呼求你的名，伫你的时刻，伫你美好的日子，伫你赐恩的时刻，我要进入你的院屋。阮今仔日来到你的面前，阮就是伫主的面前讲，主啊，来帮助我，来帮助我，来赐恩甲我三角徛起，互我伫被上帝你的疼痛。你的真理，你的性格内面来活，因为你是爸。你讲你是爸，你怎样性格，我就怎样性格。你是听，你是听的主，这份的主爱是对天顶降落来的。亲爱的爸上帝，互我领受这份听，性格的听，活出你的听，你的美好，伫你的稳定内底，照你的时阵。成就一切关系，你正义路的美好，感谢主，哈利路亚。
亲爱的天父，疼惜阮的爸爸，照顾阮的父亲，爸啊，来帮助阮。感谢你过去一直到如今对阮的疼惜甲照顾，因为你的慈爱，所以阮会通伫你的面前得享各样的丰富。伫困难的环境，阮成长了力量甲智慧。伫欢喜的日子，阮含人三甲做分享你的关心甲疼痛。你予阮脚骹的日子，阮会通对着生活的经过，搁较认捌你，享受你的同在。你是甲世间人三甲徛起，又搁赐恩来竞选，互人会当认捌你，享受你活命能力权柄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对阮的照顾，互阮搁较会当因为你的疼痛，见证你的疼痛，分享你的疼痛，互天父上帝你的疼，果然照着基督所宣告的，天父上帝疼世间人，互阮会当享受这一份对天父你所来永远的疼。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下面时间，咱请报员兄来报告。平安。第一11月初1到初9，拜1到拜3，总会牧者研习会伫花莲要来举行。罗淑娘、邵伟传道夫妇、新环传道夫妇将前往来参加，请为着牧者出入的平安甲学习来祈祷。第二11月11至13，就是礼拜5至礼拜日，暗时7点至10点，牧约翰牧师线顶提会将以润直播的方式要来进行。敬邀兄弟参加，报名费每个人500块，教会补助250块，请自行伫线顶填报单报名并缴费。第三，小西门里社区照顾关怀据点，11月12拜6早起时9点半，伫小西门里活动中心要来举行社区的祭坛。10点半要来召开本年度第4届志工会议，请各位志工出席参加。第四，11月16拜3暗时7点，伫台南文化中心的艺术贴宁经风暴危机的突破。圣诞的福音局，若需要票者，请找牧师娘。第五，11月18礼拜5暗时7点半，城区祭坛伫救主堂要来举行，请兄弟有备时间参加，一齐来为着城区祝坛守望。第六，11月20礼拜日暗时7点半，伫台南文化中心要来演出明德里上升曲《以来伊亚》，敬邀兄弟同来领赏，免费入场。需要者会当伫招待桌遐来提票。第七，11月27礼拜日将举行年度职税改选，请各位兄弟姊妹守望大道，求主去同工，同心侍奉主的教会。第八，教会2022年正代表后刊伫周报的电影。请兄弟自行来参与，欢迎邀请着亲友来参加，请为逐样的聚会祈祷守望。第九，在5圣诞主日将举行洗礼小，愿意接受洗礼者，请向牧师来报名。敢有补充报告？不是，这时咱请敬拜儿乐团。各位亲爱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主，因为伊有疼痛、有恩典、有怜悯，甲咱三甲同在，使阮
互地面上徛起所有的百姓，互要食的有粮食，互枵饿的得到饱足，也将着经济来赏赐，互遐野种的人。伊是听的主，咱着弹琴，着唱歌来歌颂伊的名。咱三角起立，同齐来吟唱诗歌，学乐咱的主，咱的上帝。我要弹琴歌唱，称颂你名，因为你大作为真奇妙。全地哦，着用声述说你的荣耀，全心来学乐你。拍鼓跳舞，弹逐样乐器，出大声，天地动唱歌，见证荣耀，多君王伊降临。乐主伊得胜，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乐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乐主，哈利路亚主，我称颂你，哈利路亚你得胜。我要弹琴歌唱，称颂你名，因为你大作为真奇妙。全地哦，着用声述说你的荣耀，全心来学乐你。拍鼓跳舞，弹逐样乐器，出大声，天地动唱歌，见证荣耀，多君王伊降临，宣告主伊得胜。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乐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称颂你，哈利路亚你得胜。我要弹琴歌唱，称颂你名，因为你大作为真奇妙。全地哦，着用声述说你的荣耀，全心来学乐你。拍鼓跳舞，弹逐样乐器，出大声，天地动唱。见证荣耀，多君王伊降临，宣告主伊得胜。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乐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乐主，哈利路亚主，我称颂你，哈利路亚你得胜。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乐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称颂你，哈利路亚你得胜。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乐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乐主，哈利路亚主，我称颂你，哈利路亚你得胜，哈利路亚你得胜，哈利路亚你得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同齐伫主的面前来感谢、来学乐，献上感谢的祭，为着所领受的恩典，为着家庭所领受的祝福，同齐伫主的面前，独独的来献上感谢、学乐的祭，开声来感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你的名堪得称颂学乐，一切祝福恩典拢是对你所来，所以阮伫主你的面前领受这一份的疼痛。主啊，你继续施恩怜悯，帮助阮，伫你祝福的日子内底，互阮安尼欢喜来学乐，来吟诗，来唱歌。哦，我要讲主是你的名上堪得一切上赞甲学乐，为着阮所领受的恩典。丰盛的祝福来感谢伫主的面前，哈利路亚！主是，你是全地的主，你是荣耀的主，你是甲你百姓三角徛起的主上帝，哈利路亚！主啊，是，我们讲因你的慈爱，所以全地拢要学乐你的名。主啊，阮感谢你，你的听满甲全地，你的慈爱伫所有的所在，伫遐来受见证、受高举。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谢谢你，将荣耀归给你。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乐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乐主，哈利路亚。
的主，堪得受一切恶恼，因为伊用到恩典疼惜，因带咱的日子，互咱伫伊的内面满得平安。困求天白光甲我同行，用你主必成就因带我，困求救主掌管我生命，使我平安，互我完全。无论我行偌济也着稳，你的疼是刻甲我同在，感谢你用这款大慈爱，互我喜乐，赞我一生。我的生命亲像我的恶路，感恩的光，喜乐的光，我要唱这首听的歌，甲世人同分享，我心无路无山。困在主的内面拢无惊，因为主永远甲我同行。我心确信主是永远我，互人毋忘，互人用行。我要真心真意服侍你，我要甲故日子成存命，搁要传扬你恩典疼痛，互全人类在你的名，我的生命亲像我的恶路，感恩的光，喜乐的光，我要唱这首听的歌，甲世人同分享，我心无路无山。困求天白永甲我同行，用你主必成就因带我，困求救主掌管我生命，使我平安，互我完全。无论我这我行也摇滚，你的疼是刻甲我同在，感谢你用这款大疼痛，互我喜乐，赞我一生。我的生命亲像我的恶路，感恩的光，喜乐的光，我要唱这首听的歌，甲世人同享，我心无路无山。主你是听，踮伫你的内面，拢无惊，拢无惊。主
谢你给我的感谢你给我的疼痛。感谢你用恩典慈爱款待你的百姓。我的生命亲像我的后路，感恩的歌，喜乐的歌，我要唱这首听的歌，甲世人同分享。我心无路无山，我踮厝的内面拢无惊，因为主永远甲我同行。我心确信主是永远我，予人毋忘，予人用行。我要真心真意服侍你，我要高举你一生尊名，搁要传扬你恩典疼痛，互全人类在你的听。我的生命亲像我的后路，感恩的歌，喜乐的歌，我要唱这首听的歌，甲世人同分享。我心无路无山，我的生命亲像我的后路，感恩的歌，喜乐的歌，我要唱这首听的歌，甲世人同分享。我心无路无山，我心无路无山。主，阮的心学了无煞，因为你是听从阮的主。虽然我毋知风对倒位来，我毋知雨啥时会落，但主，阮知影你的听从一直拢伫地。风对倒位来，心情啥人知？
心情啥人知？耶稣，你听我，这事我知影。好声是会落。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对阮这么济、这么济、这么济的疼痛。感谢主，无路通行的时阵，
你牵阮的手。阮孤单无伴的时阵，你用你的话，互阮的心灵搁再一摆勇行起来。你的名是慈爱，是信实，是平安，是稳定，是疼痛。愿将一切感谢拢献互你，亲爱的爸爸，感谢你，感谢你，亲爱的爸爸，愿感谢你。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感谢，阿门。三甲做伙来上读新的诫命，请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阿免。亲爱兄弟，请坐。咱来看启应文第45篇，咱用启应的方式来上读启应文第45篇。我来启，请兄弟来用下部分，咱三甲做伙。恁一切喙带着。将就近水来，无有银钱的也会当来。恁着爱斟酌听我的话，就会当食迄个水的物。向归甘，心中喜乐。恁着就近我来，着趁摇花通憔悴的时阵憔悴伊。打紧的时候求过伊，恶人着离弃家己的道路，不义的人着除掉家己的意念，着归向摇花就要怜悯伊，着归向咱的上帝，因为上帝要公行赦免。摇花讲：我的意念毋是恁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恁的道路。天怎样悬过地？照样我的道路悬过恁的道路，我的意念悬过恁的意念。阿免。咱启应读到这，即时请咱掀开周报第4面。周报第4面，咱同齐做伙来上读。俄巴底亚书第1章，拢共有21节。俄巴底亚书，咱三甲做伙同齐来读，请。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密示，论以当讲：我对耶和华遐尼听见信息，并有使者就前往列国去，讲起来吧，你同起来甲以当征战。我互恁以当伫列国中做上世的。互人大大藐视，住伫山隙中，徛起伫悬悬的所在啊！你因为公误自欺，心内讲：什么人会当将我揪落去地呢？你虽然那大鹰冠飞，伫青树之间大受，我要对遐尼甲你揪落来。这是耶和华讲的。盗贼若来伫你遐或强盗夜间来，你何竟受煎毒？敢无受偷摕直到教念啊？万葡萄的若来到你遐，敢无存落一寡葡萄呢？以色的稳密处何竟受疏存？伊稳重的宝米何竟受查出？甲你结盟的，拢送你上路直到交界。甲你好好的欺骗你，并且赢过你；甲你同齐食饭的，泄露网罗陷害你，伫你心内拢无聪明。耶和华讲：到迄日，我减无对以东除灭智慧人，对以色山除灭聪明人。提曼啊，你的勇士要惊吓，甚至以色山的人拢受杀戮煎毒。因你兄弟雅各行强暴，
见笑要食看你，你也要永远断绝。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伊的城门，为耶路撒冷抽口仔的日子，你竟然徛伫一边，甲因共款。你兄弟遭无难的日子，你无当目睭金金看到；犹大受灭的日子，你毋通因此烦恼；因遭难的日子，你无当讲公误的话。我的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因的城门；因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目睭金金看因受苦。因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因的财物，你不当徛伫车路口剪除因中间逃脱的。因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因村落的人交付收得。摇花降发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伊也要照样往你行。你的报应要归伫你的头壳顶。恁犹太人伫我圣山怎样啉了苦杯，万国也要照样常常的啉，并见着，因就归伫无有。伫锡安山要有逃脱的人，迄个山也要成圣。雅各家要得原有的产业，雅各家要成做大火，约瑟家要成做火焰，以色列家要亲像粗糠。火要将伊烧倒吞灭，以色列家要隆重无春。这是耶和华讲的。南地人要得到以色山，高原的人要得到非利士地，也要得以法莲的地甲撒玛利亚地。便雅悯人要得到基列，伫迦南人中受了以色列众人要得地直到撒列法，伫西法列当受了耶路撒冷人要得到南地的城邑，要有真假上到锡安山，审判以色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阿免。咱搁再一届按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全地的主，阮伫即时仰望你，透过俄巴底亚。也向阮这个世代来讲话，为愿你的心意，阮会通明白，也会通照你的心意来行，通互阮明白、领受、尊敬、得蒙恩典甲福气。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今日要三甲做伙来看俄巴底亚书。这个名哦，敢若用读的就足困难读。俄巴底亚，这个名的字哦，伊的意思就是敬拜上帝的人，侍奉上帝的人。其实敬拜就是侍奉，侍奉就是敬拜。每一天咱活着的日子，其实就是对上帝的一个敬拜。咱若是会晓得伫上帝的面前顺叹伊的话，尊敬伊的话。安尼，咱就是咧敬拜伊。敬拜其实就是生活的日常。咱咧做啥物代志，就表示咱咧敬拜啥物货。咱趁钱是上帝予咱的能力，但咱趁钱会当顾惜咱家己，会当祝福别人。安尼，迄就是咧敬拜上帝。但咱趁钱，若是干那顾家己。敢若要用钱去算断别人，安尼咱就是咧敬拜金钱。所以，迄个日常的生活安怎行、安怎做，安尼就是咧表明咱生活到底咧敬拜啥物货。俄巴底亚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敬拜上帝、服侍上帝的意思。那么，咱大声呢，来讲先知的侍奉。圣经伫这个所在讲，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密示。那么呢，伫这当中啊，咱知先知的服侍，第一，伊爱真敏感，会当听到上帝讲话。听到上帝讲话，有人会安尼问讲：牧师，你定定讲，你听到上帝讲话，啊无听到上帝讲话是安怎听到？我会当甲各位分享。第一呢，听到上帝讲话。
一定是对圣经内底所来的。这是其中的一个，上帝会透过圣经甲咱讲，上帝讲：亲爱的囝，你若要伫生活当中会当经济富足，圣经讲你着将应该纳的1/10来奉献予爸上帝。安尼，你就会听到圣经对咱讲话。了，天父上帝又搁讲，着爱孝敬父母，通互你伫地面上徛起的日子得到福气。这就是听到上帝的话。圣经会对咱讲话，咱若听到，咱就照着去行。安尼，咱会真敏感上帝对咱的讲话。对着明显的代志，咱会听到上帝讲话。了，咱第二种会当听到上帝讲话的方法，就是咱爱默想安静。咱即摆时会足无闲，真侪人像我昨做日的时阵看一个报告，平均咱大人吼，平均咱大人台湾平均大人一天内底上介少是2点半钟，互手机连掉咧。平均哦，我毋是讲大陆安尼。但是平均测起来的时阵，一定是有多有少嘛。但是平均测内底抑个2点半钟的时间是互手机拔掉的。安尼咱就会了解，咱有偌济时间受到这个世界对咱的影响。所以是安怎？咱受到这个世界对着手机来影响亲像抖音，亲像 IG， 亲像 FB。然后，咱会伫其中看到伊遐信息，咱就伫迄个所在来看来听。了后，咱要做决定的时阵，咱就会受伊的影响。所以，咱是安怎一直鼓励兄弟姊妹认真读圣经。了后，咱爱伫个所在有安静的时刻，默想。咱会当用真安静的时刻，甚至咱咧看手机的时阵，别人若甲咱咻一下、叫一下、嫌一下。咱个安怎受气呢？所以咱期待有一个安静的时间会当看手机啊。总是亲爱兄弟姊妹，咱听到上帝的话，第二个方法就是咱爱安静默想。就亲像咱应该讲是比咱咧看手机更加专心啦。无受交叉，迄个时阵，咱心内底就会听到上帝对咱讲话。咱对圣经内底看。真侪时阵，上帝对人讲话，拢是伫安静当中对人来讲话。有一届检测上帝对着人讲话，耶稣基督对着人讲话的时阵，较大声，就是扫罗先生要去大马色，伫迄个所在迫害基督徒的时阵，可能上帝去甲讲话讲了较大声尔。其他的时间内底，上帝讲话拢真细声。所以，咱爱真侪时阵，应该讲每一天，咱有一寡时间安静落来，听上帝。了后，咱甲伊讲：爸爸，你要甲我讲什么话？安尼，咱会听到上帝的声。第三部分呢，咱爱向上帝恳求，因为咱真无容易安静落来，所以咱就会真容易伫世界内底拍拼。但是圣经应允咱这样代志，咱若是安静安歇。圣经小先知内底佫有一个甲咱讲，独耶和华伫伊的圣殿中，全地人拢爱伫伊的面前肃静静默。咱来到上帝殿中，咱专心听上帝对咱讲的话。每一届的讲道，无一定40-50分钟内底。咱有法度记牢全部，但是咱若是会当对着其中听到几句，对着咱的提醒甲祝福，安尼迄就是上帝对咱咧讲话。所以咱若是对着明显的读圣经来认捌上帝的话，到底咱会当安静思想上帝的话，对明显的到着神秘的，上帝会亲自对咱的心灵、内心来讲话，先知的服侍就是安尼，伊真敏感伫上帝会当对伊所讲的话，伊听到，伊明白，伊就去第二，伊爱有勇气，甲所听见的话，甲伊传达出来。
咱袂当敢若听到上帝话，但无去行，无去做。伊做先知的意思，伊是传达上帝话；做牧师的意思，嘛是传达上帝话，并且爱诚侪模范，互上帝的百姓伫其中会当看到。所以先知的服侍内底，因有真侪听到的话，因若无讲，无甲伊讲出来，安尼对伊来讲，伊就毋是一个忠心的先知。伊敢若会听，但是伊无讲。有的时阵是毋敢讲，有的时阵是毋愿讲。圣经内底有另外一个先知，这个先知叫做约拿。伊听到上帝甲伊讲：“你去尼尼微城，甲伊传福音，伫个所在甲伊讲上帝要灭恁啊！”但是呢，因为巴比伦人即亚述人尼尼微城迄个所在，因为因伫遐呢，犹太人就是受因欺负的，所以呢，约拿伊就毋甘愿去，伊毋愿讲。上帝甲伊讲：“你去甲因讲，叫因悔改，我就要赦免伊。”但是伊恨不得，这个尼尼微城紧灭亡紧好，所以伊就毋愿讲。另外一款呢，就是毋敢讲，听到上帝的话伫个所在爱甲百姓讲，但是毋敢讲。俄巴底亚一时着可能原来有即款心情，但是上帝好有气力。伊就甲听见甲伊讲出来。那么咱讲这或者小先知书，并毋是讲伊的权柄比其他的大先知较少，嘛毋是讲伊的名望较细，也是服侍的范围较少。咱来斟酌小先知，咱今仔日所读的俄巴底亚，伊其实服侍范围真宽，伊毋是敢若着以色列人讲预言，伊搁较是出去到外口对以东。就是咱今仔日讲的外约旦的迄个所在，只不过是伊所讲的话对上帝所领受的话虽然较少，但是依然是非常重要的服侍。另外一个代志就是异象甲异梦，异象甲异梦对着大笔包孙来讲，伊讲一项代志，什么是异象呢？异象就是你目睭金金的时阵，人清醒的时阵所看到的。异象包括现此时各位伫遮，我看到的，这有可能原来是一个异象。迄个异象就是讲透过这个光景，这个现象，我会当看到什么货。比如有一个人，伊伫迄个所在入来，了伊甲喙暗甲伊刻落来，了伊就甲伊放落落地啊。迄个时阵真有可能上帝就对我讲：“姚牧师，你甲伊讲，这个人怎样甲喙暗摕落来，放伫落地啊？将来我也要将着每一个人的喙暗甲伊除掉，恢复台湾台南的平安甲清气。”先知有可能是看到安尼，是一个实际上的现象。那么伫当中，上帝对着先知讲话，来发出智慧性的言语，未来的代志。另外一部分呢，什么是异梦呢？异梦就是人咧困的时阵，上帝对着迄个会互迄个人做面梦，迄个面梦伫当中，伊就会当明白上帝对伊所讲的话。所以对着异象甲异梦大卫包身伫其中，安尼来讲，互咱会当大概会当明白这样代志。异象阁有另外一款情景是，咱人伫遮，但是我看到的毋是现此时。这个现象，这图这幅图，就是讲咱大人拢坐伫遮，但是我看到的是另外一个图像，看见有天使伫这个所在坐咧，有伫这个所在伫遐呢来聆听上帝透过伊奴仆所讲的话，同齐做伙咧敬拜。安尼这是另外一个异象，迄是伫咱目睭金金的时阵看会到的，所以异象。甲异梦有淡薄仔分开。那么今仔日俄巴底亚伊所看到是一个异象，只伫目睭真清醒的时阵看到的代志。先知所讲的话语，伊会伫迄个所在讲。那么你若是看英语版的，
也是看希伯来版的时阵，你会看见遐代志未事拢已经发生啊。但是是安怎讲有这预言呢？圣经内底有一款方式，或者预言完成式，就是讲，我头拄仔甲各位讲的，我看到一个人，伊入来，了伊伫迄个所在摕着喙罨，要甲伊落落去。上帝伫迄个所在讲，对安尼以后，我会甲规个大南市拢甲伊洁净，互每一个人的喙罨摕落来。我伫迄个所在看到伊安尼做，我就看到另外一个图像，上帝将所有的人的喙罨甲伊摕落来。互伊伫其中，大南市成做一个清气，人毋免阁再挂喙罨的声气。那么，先知有可能伫异梦，也是伫异象当中，伊看到，甚至有一个小先知，伊伫迄个所在看到一个代志，就是来攻打以色列，和以色列灭亡的遐士兵是穿着红色的衫。其实迄个时阵，巴比伦也未来攻打以色列，但是上帝透过先知甲因讲：恁若无悔改，安尼，上帝讲我要互军队来攻打恁。了后，迄个先知看到讲，我看到军队穿着红衫来，但是迄个时阵巴比伦也未来，但是伊已经看到啊。所以这就是预言的完成式，就是对着咱来讲，代志也未发生。但是对着先知来讲，因已经安怎，甲代志全部拢看过一摆啊。所以伊真清楚，所以伊会甲即个代志讲得未似以前发生过。但是实际上，伊也未发生。总是对先知来讲，伊已经对头到落尾拢看过一摆啊。所以先知有的时阵会互人家称作先见，就是大先看到。伊的原因是安尼。先知咧讲也未发生的代志的时阵，听起来已经发生啊，所以因已经看过几个代志的发生。了，咱要三甲做伙来了解。今仔日呢，伫这个以色列当俄巴底亚伫迄个所在来分享信息的时阵，咱大概来看。伫这当中这个西红色的这个部分，这就是以色列，这规地拢总是以色列应允的所在。那么对红色的这个部分，就是西边的海岸。亚瑟的海岸沙伦的海岸，菲利斯的平洋，伫这个所在。那么，搁再来是中央的山地，就是遮。这拢总是山地，伫这个西平面的所在，这个橄榄色的这个所在，这山地，拢总是遮的山地。对着加利利山地，以及这个撒玛利亚山地、以法莲山地、犹大山地等等。搁再来，你会看到大列国，就是这个列国，就是因为伊这双边拢总山，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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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中央这个所在，这规个就是破开的，也是讲伊就是规个比平洋搁较低哦。所以你去看死海的时阵伊是伫咱的平地落去，比平地搁较落去，所以死海伊无法度流出去，因为伊比平地搁较低，所以流伫下骹面。我会记得，若是我无记唔对的时阵，死海概成是负500公尺的样子，所以伊伫迄个所在落落去下骹。搁再来就是外约旦的高原，巴山地、基列地，这个阿门盆地其实这个有人甲伊翻做阿门，但是圣经是甲伊翻做阿门，一个手一个甲，迄个阿门的盆地。搁再来摩押的大地，以东就是住伫这个所在。那么以色列百姓就伫这个所在，以东是住伫遮。那么伫这当中呢，以东伊含过去的时阵，这块土地的百姓，当以色列百姓对这下骹面遮，埃及遮所有要出来的时阵，来到遮行起来的时阵，上帝甲伊讲：恁经过以东的时阵，袂当歹款待以东。伫迄个时阵，上帝对着甲以色列人对埃及这个所在带出来的时阵，上帝甲因讲：恁经过遮的时阵，其他的逐个族民族恁拢改灭掉，但是对以东来到遮的时阵，恁袂当算断因的土地。恁经过因的土地的时阵，爱甲因买粮食、买水，爱对这所在经过的时阵，恁爱伫个所在甲伊照顾互伊好势，袂当对着以东有任何无尊敬的所在。是安怎呢？
因为以东咱也会记哩无？伊是啥？伊是以色列的兄哥，所以上帝甲伊讲哦，以东伫即个所在，你也甲伊顾互伊好势。所以以东人是住伫即个东北。那么伫即当中吼，以东人住伫死海的东南边，伊有两个城市，一个叫做巴苏列，另外一个名叫做西列，就是即摆佩特拉。应该有真侪人去即个所在看过。吼，伊即个所在即条路吼，其实足矮，无偌大条。佫古早的时阵啊，佫愈矮。但是你也看讲哦，伊这哦，规个伫这所在啊，遮安尼你安行过遮个路的时候，你看到遮个。会当非常吼，这路差不多就是安尼，就是一台三轮车会当过。吼，了后你看，这哦电影迄个啥物货啊，法国骑兵哦，原来捌伫这个所在拍。你看这人伫遮，差不多吼，就是到这个所在。这人安尼囥伫头前，所以，但是伊其实哦，大概到遮尔，对遮甲遮，所以这是一个人悬，遮到遮一个人悬。你看这有几个人悬？哦，那么伫这当中哦，这个物件吼。拢毋是用炸弹甲伊炸出来，伊这是纯人工的吼，纯人工的安尼甲伊起起来吼。搁再，那么伫即当中红色这个点，你若是为伊遮后壁遐有路通去爬去，了后爬去到即个所在时，你会当一边吼看到红海，一边会当看到死海，吼。所以伊当了后伫即当中，毋是干那迄座的庙尔，迄座是较水的庙。但是其他哦，伫这所在遮，总共超过1000座以上，对着这个山岩，也阁是这个是啥花岗岩。但是个花岗岩甲咱的花岗岩无啥相像，因为花岗岩是粉红色的，所以非常的水。那么呢，对这当中哦，所以称作玫瑰岩拆出来的神庙。安尼你就会了解，因拜这的神明拜了外向。那么伫这当中哦，这是西尼山。哦，这是以东上界悬的山，标悬是628公尺。那这个标悬你也看这个图面吼，伊就是规个拢当断崖，对即地到涂骹地安尼哦，垂直。这毋是爱爬，若要去爱爬山，但是伊这是规个是啥断崖？哦，就是断崖就是伫这所在哦，所以你人若为遮安尼摔。会摔落来哦，就怎啊对顶悬安尼摔落来628公尺。但是呢，伫这个所在遮吼，平阳的这个所在遮，就是献人济的所在。哦，因伫个所在甲红鞋献互因的神明。你会记得哦，遮有几千间的这个庙嘛，所以伫迄个所在真侪人伫遐献人济，因就是甲红鞋献互因的神明互因伫当中会当来祝福互因。哦，所以迄是因伫个所在。你看到吼，伫遐呢圣经讲啥？讲吼，伫遐呢第30讲，恁住伫洞穴内底，迄个洞穴非常的坚固。恁徛伫悬悬的所在，伫迄个所在讲，谁会当甲阮扭落去？你虽然亲像大鹰悬悬飞伫青树迄个所在，伫遐来起受。亲爱兄，这你有看到哦？这吼现处是吼是全世界吼。10大的这个建筑物吼，上界悬的，这是咱台北第10名，508公尺。了后，这吼大部分拢是中国有，中国尊啦、天津啦、广州啦吼。第7名世界贸易中心1号大楼，乐天，这嘛是伫乐天，甲是伫韩国。哦，了后时阵你搁家看，上海。哦，搁其他这个是伫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伊是第1名，拢共现处是828公尺。哦，所以人不断咧起造悬悬的楼，了后伫个所在小正讲，你看我上高。过去咱101大楼嘛捌经过第1名，但是毋知2年3年都互人比落来啊。哦，但是你搁来看，伫这10个大楼内底吼。咱同齐做伙斟酌注意这样代志。排名第10名台北101大楼，实际上是全世界地动地区上悬的建筑物。距离主要的长战线，就是地动会发生迄个所在大概超过200米尔。但是起伫这个所在伊讲啥？我毋惊地动来。
讲即个话的时阵真爱真细致啊。了目前世界上界悬的关塔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哈利法塔，悬度是828，比埃菲尔铁塔悬3倍。伊所用的阿鲁米亚会当做5台 A3 北控的这个飞机。伫这当中，你会当看到人甲伊当共款，夸口家己的能力。现代的建筑5万到2030年的时阵，会当完成一座悬悬的城市。伫迄个所在是遐有徛街、有店、有餐厅、有空中的这个酒吧，也佫有码头。了后，这建筑物会超过1000公尺。你这世人就干那住伫伊内底就好啊，拢毋免处理。这垂直城市。亲爱兄弟姊妹，你看咱人看起来介厉害，但是实际上拢是咧甲天照胆。迄个时阵，伊当伫遐呢，我甲各位团队分享的，伊当伊伫即个所在，当伊徛起伫即个所在的时阵啊，伊感觉讲即个所在无有人有才调甲伊扭落来。伊亲像老鹰大秀伫悬悬的所在，伊就我上厉害啊！你会当甲我安怎？伊讲上帝，我嘛毋惊你。这当中啊，就我想到一个代志啊。1938年的时阵啊，这是希特勒伫个所在所起的。伊的部下马丁鲍万伫个所在起的，起一个英雄的别庄。你来看这啊。你要入去伊的别庄伫后壁迄个所在啊，我毋知有看到无？好来，伊的别庄伫后壁迄个所在，对遮入去，但是伊的别庄伫后壁，遮有无？你必须要经过这规粒拢总是啥？山，规粒山就是一粒石头，硬硬用炸药炸出来，有遮去。所以当希特勒住伫遮的时阵，人要去攻这个所在，根本是攻袂落来。但是即马，伊变做是观光的所在，从伊落尾，伊嘛是互人攻落来。这台是啥？船啊跳啦，铁达尼啦，这台就是铁达尼。铁达尼迄阵啊打出来的时阵啊，伊的副船长这史密斯啊，伊伫咧开船的时阵啊，伊第一句话就讲打含上帝嘛无宰掉，互这台铁达尼沉落去。伊讲这个话啊，伊讲打含上帝嘛无宰掉互这台铁达尼沉落去。结果第一届出航尔，就沉落去啊。伊当是安尼，今仔日咱的社会嘛是安尼。咱诚做上帝的儿女，咱诚做是基督徒。有的时阵，你会拄到一寡代志，亲像伊当咧款待你共款，心中骄傲。你有看到你生活当中有一寡人对你实在足酸长的，取笑你、伤害你，伫个所在对你讲：恁的上帝嘛无才调教我安怎啦？毋免信上帝啦，我就是上帝。因为用真侪这话来讲，但是俄巴底亚伫迄个所在讲2项足重要的信息：第一，上帝是所有国家的上帝。这个话讲出来的时阵啊，上帝讲伊要兴发列国啊，伊要叫列国来消灭异端。当上帝安尼讲的时阵，这个信息啊，是伫迄个时阵非常互人听袂落去的信息，因为伫迄个时代内底，每一个国家拢总有家己的神，因认为耶和华上帝只不过是以色列的神尔，因的神会当甲我安怎？但是上帝讲，我会当甲恁安怎？恁爱去攻打异端，但是上帝爱是安怎要甲伊攻打异端？第二，伊迄个俄巴底亚所传讲的信息，就是讲迄个日子会来到，但是上帝袂一时的马上来毁灭你。上帝伫个所在讲，迄个日子会来，审判的日子一定会来。
但是上帝差遣天使甲咱讲，一届差遣先知甲咱讲，一届搁一届。这卷册的重点要表明的一项代志是，上帝是列国的上帝，毋是敢若是以色列的上帝。亲爱兄弟姊妹，咱爱会记得讲，咱的上帝毋是敢若咱的上帝。咱有唱一首诗歌讲：耶稣是全地的主。耶稣是你我的主，伊是你我的主，伊搁较是全地的上帝。你互人欺负的时阵，上帝伫你的身边，伊知影，但是伊袂马上互迄个歹人，互迄个欺负你的人，马上受苦，马上死，因为上帝安怎样啊怜悯你。上帝也会安怎样啊怜悯迄个人，所以伫迄个时代内底，人无要听即个话啦。今仔日的时代甲迄个时代其实差无种。今仔日咱若甲人讲耶稣是全地主，咱若甲人讲耶和华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伫今仔日多元化的社会内底，因敢会对你起笑尔。毋好安尼讲，你安尼讲吼。伤过骄傲，你安尼讲就是无尊重我的信仰。但是亲爱兄弟姊妹，咱会当卖安尼讲，但是咱必须要画出安尼的款式。万军的耶和华是你我的上帝，也是天顶第一独一的上帝。咱要安怎样来证明这个代志？就是咱专心尊叹上帝的话。所以伫这当中，咱会通看见俄巴底亚伊有言，以当这个国家会受上帝的刑罚，并且其他的国家嘛会受上帝的刑罚。规本册内底的大纲大意是安尼：有一个国家会受审判，这个国家受审判就是以当，列国会毁灭以当，上帝会当对着世界各角落来攻打以当啊！是安怎？因为以当藐视以色列，列国会受审判。因为耶和华上帝要刑罚列国，以色列要得到以当的产业。你会通看到这啲当中，圣经伫遐年来着百姓来讲，并且上帝亲自差遣俄巴底亚去到以当对因来讲话，发预言。但是俄巴底亚有去无？俄巴底亚的话，以当人敢有听到？如果有听到，敢有听入去？以当人后界伊的下场到底是安怎样啊？俄巴底亚应该是勇敢去，当面甲以当人讲，恁无应该安尼做，啊若无恁的下场会真凄惨。俄巴底亚书的头一部分就讲以当，但是讲到一半的时阵，伊对着伊该做恁，该做你，这款当面指责的信息，互真侪先知遭遇灾害，因为因有做乌鸦嘴、乌鸦嘴，了后咱又讲啥？见讲嘛对对，所以这人真无爱听着先知对因讲的话，所以迄个时代内底有真侪先知受困毒、受迫害，俄巴底亚、亚利米、何西阿。以赛亚到伫落尾，甚至是互人囥伫树窟内底，硬用锯仔甲伊锯互伊死的。亲爱兄弟姊妹，伫即款的情景内底，这个时代，当人拢无搁再尊耶和华上帝最圣的时阵，咱是毋是犹原会当伫其中尊敬上帝的话？上帝是安怎要毁灭以东？咱对着摊拄者所看的第10节内底，因家己毋是特别强大，以东毋是足大。咱看迄个地图，伊就是伫东南边下骹一个小小的所在尔。伊毋是非常的强大，但是伊真介意看到外族来欺负家己的兄弟啊，来欺负雅各。咱伫迄个所在摊拄有读到圣经讲：你不当，你无应该，你无应该。伫遐一直讲到即个话，伊讲啥话啊？因为你按着你的兄弟行强迫，外人来掳掠雅各的财物，
外邦人进入伊的城门，为耶路撒冷伫迄个所在抽口的时阵，你徛伫一边，亲像是甲遐抢夺你兄弟的人同齐做伙。你兄弟遭有患难的日子，你目睭金金人相中；犹大人受毁灭的日子，你无应该欢喜；伊遭有患难的日子，你无应该讲骄傲的话。外面遭灾难的日子，你无应该入因的城门，伫迄个所在神煞怎抢夺因的财产。外面受苦的时阵，你无应该徛伫车路口，当因受人、受外邦欺负，伫迄个所在攻打耶路撒冷的时阵，有一寡人逃走出去，有一寡人逃命出去。但是伊当人安怎徛伫门口？好来啊来啊！你讲迄廖牧师来啊，掠起来！好，这个赏金上济。所以怎伫迄个所在安怎？顾门口，顾城门口，甲遐逃命的人完全拢甲伊掠起来，了后交互伊的遐个人，交代互伊的仇敌。你知影，阁有一寡人，特别是巴比伦来到迄个所在的时阵，巴比伦人有一款真无好的传统。巴比伦是野蛮人。因伫迄个所在，有个人有一个人甲我讲哦，牧师，你敢捌读过圣经内底有一句话讲，哦，就是以色列人受掠去加巴罗河边的时阵，加巴罗河边的时阵，伊讲，愿我耶路撒冷啊，我若无纪念你，吼，愿我的顶腔吼，安怎样啊？愿我的指头搭伫顶腔，就是讲无才调唱歌啦。了伊讲哦，巴比伦啊，愿若是人将着你的红鞋啊掠起吼，担伫石头顶的，愿意得到福气。有个人就甲我问讲，吼，牧师，你甲看恁咧基督教的吼，哪会当？后人讲啊，甲迄红鞋掠起来吼，摔伫涂骹的时阵吼，哦，安尼迄个人有福气啊！哦，恁这上帝足无好诶。但是即款的是安怎？咱爱会斟酌，伊是安怎会讲出即个话？即个代志是因为巴比伦人来。巴比伦人来的时阵啊，因有两种代志做了非常非常的无好。第一，因将着红鞋啊掠起来，了甲伊骹脏咧，甲伊骹红鞋啊，咪细汉对无？打出去啊，甲伊骹脏咧，啊了安尼飞啊怎甲伊讲咧？就对个头壳就怎甲伊讲伫石头顶，红鞋啊伫遐哀一声，惨死都无。了因个对啥？对着迄个大巴肚的妇人人，举迄刀枪，对着伊的下骹面，甲伊撩起来。巴比伦人是安尼，所以咱爱了解是安怎以色列人会伫迄个所在讲，甲你的红鞋掠起来，摔伫涂骹顶的，愿意得到福气。以色列人毋捌安尼做过，但是因的心中艰苦。你知影？以色列古早的希伯来文内底吼，无甲咱台湾人的国骂，你知无？伊袂有迄个垃圾的字啊，含字都袂遐垃圾。但是伊是安怎讲出？伊安尼讲的时阵，已经是表达甲伊内心上介大的艰苦。但是犹大人、但以东人，因安尼行安尼做。因联合外族来欺负家己的兄弟，了当因伫个所在咧讲红鞋的时阵吼，以东人讲：哦，有够赞的啦！你看到欺负咱的人遐尼济，但是以东人的命运后摆是安怎样啊？西元64纪进前，阿拉伯人攻击以东，了以东人伊就离开因原本徛起伫迄个悬悬的山顶，迁徙到南地的沙漠。甲南地改做以土麦，伫沙漠过着游牧的生活。但是以东人其实，因就是伫这个所在，咱头讲的伊伫山顶，了因对这山顶遮已经互阿拉伯人甲伊攻打去啊！阿拉伯人尾啊住伫这个山顶，了因都来住伫这山骹边仔这边遮南边这个所在，遮拢是沙漠。但是虽然是安尼啊，你会记得上帝甲以色祝福安怎？上帝甲以色祝福讲，愿你得到地上的甘露，一直到你好野起来，踢开你兄弟架伫你身上的荆棘的迄个担。所以其实以色原来得到福气了，
圣经谈拄则咱有读到，俄巴底亚书第1章9节讲，提曼啊，你的勇士伫倒位？提曼人就是讲到这个以东人。了，咱回想伫约伯记42章，耶和华对约伯讲话了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所以提曼人因身体勇健，因阁真有头壳，真有智慧，真够想这想迄。所以伫约伯记的时阵，三个朋友啊，上帝敢若安怎用提曼人以利法做代表？你就知影即个人有偌巧。三个朋友内底用即个人做代表，就是表示伊是啥带头的。所以以东人真聪明、真巧。了后伫当中啊，因渐渐就伫遐经营，累积真济财富。以后有一个来到罗马手，有一个人号做希律。这个希律因为足够做代志，足够趁钱，马手伊就走去甲罗马，甲皇帝讲，我要甲犹太人耶路撒冷地迄个所在，甲伊买起来，我要做王。罗马皇帝马手啊，卖互伊，所以希律做王。你知影？伫即当中，希律做王，你会记哩？来到伫圣经当中啊，第一个希律伫迄个所在做王，伊安怎样？伊心内底讲：你以色列人，你有比我较有才调吗？今仔日我已经统治你以色列人，所以伊心高气傲啊！伊伫迄个所在为以色列人起圣殿，伊伫迄个所在起真济伊的别庄，伊是安怎安尼起？因为伊就是要伫迄个所在，甲以色列人讲：我真牛。所以当伊已经统治了整个犹太地，犹太人伫迄个所在爱听伊的话。这是第一个希律。当伊听到东方的博士来讲，伫迄个所在对伊讲。迄个生落来要做犹太人的王的，伊伫倒位？希律安怎受气啊？我已经统治啊！你今仔日阁有一个要生落来做以色列王的，所以就下令将着伯利恒所有查甫婴啊，拢来杀死。你会当了解伊个心情无？哪会使以色列即马阁再兴起呢？原以土麦人，原以东人，阮就是要管你的。以色列人，恁只不过是阮骹底的一只虫，所以今仔日伊对着以色列人有相当的怀疑，所以伊当听到这东方的博士来甲伊讲，生落来做以色列王的伫倒位的时阵，伊当然会下令啊。这是对伊的心内底。了伊的囝第二个希律，杀了行洗礼约翰。耶稣受审判的时阵，根本无望对着这个希律讲什么话。你会记哩讲第二个希律伫迄个所在，了希律第三世，在《使徒行传》记载讲，这个人真够讲话，真有口才。伊按着百姓讲论了一番了的时阵，好，百姓讲这话毋是伊家己讲的，是神借了伊讲的。安尼啊，伊就讲，嘿，就是安尼，我就是神。过工的时阵，就虫一只虫甲伊咬死啊。了大希律这个干仔孙保罗捌伫个面前受审判，伫耶稣基督以后的100年，伊就过身去啊，无留落任何的囝子，所以以东人安怎就断正去啊。亲爱兄弟姊妹，对这预言，咱会当看出一个原则：上帝根据人怎样款待以色列的百姓来审判列国。上帝看重的是这个态度，你怎样款待伊的百姓？今仔日上帝犹原抑阁是安尼做，所以你会看到这样代志是安怎？全国祈祷网络每礼拜二甲礼拜六早起是6点到7点，迄个祈祷会。早天的祈祷会6点到7点，线顶的早天祈祷会，上届落尾的迄个祈祷一定是祝福以色列，因为圣经内底甲咱提醒，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富足、强盛。每一个人的生命内底，咱爱真斟酌，咱内面拢有一个雅各，
也有一个以色。咱的爱慕上帝是雅各的性情，但咱的爱慕世界是以色的性情。以色伫当中为着一碗红豆仔汤，将着大囝的名字名分卖掉。伊伫这当中所做的，伊是看重我眼前所需要的。伊无看到大囝的名分是继承上帝产业的迄一份。伊讲这无效啦，现此时红豆仔汤较重要啦。现此时，就是现此时，我即摆就是要爱。审问耶稣的希律，就是这种人。伊敢若注重着伊的感官，伊看到眼睛，伊看到肉体的满足。你知影当迄个希律其实杀了因兄哥太太，了后将因太太甲伊抢过来，所以施洗约翰就来甲伊讲：你做这个代志毋对，希律就甲伊关起来。但是从这个太太尾啊，就是这个兄嫂变太太的这个伫迄个所在就毋愿，因为约翰来指责伊的毋对，伊就足受气。但是这个太太有一个查某囝，当希律的生日的时阵，就伫遐跳舞。了后跳舞到一个程度，看到这个查某囡仔遮尔水、遮尔可爱，伊就甲伊讲：你爱啥物货？就是国家一半的江山，我拢总互你。伊就怎互伊？但是伊伫迄个所在，查某囡仔甲伊讲：我无爱江山，讲啊，我要爱洗礼约翰的头啊！伊就互伊。这就是希律，伊就将着施洗约翰的头互伊，互一个跳舞的查某囡仔。神学上称这个物件叫做以扫症候群，看到眼前，无看到永远。咱爱斟酌，这个世界以扫，干来为着这个世界来活，伊无想到将来伊爱伫上帝面前高效，只是干那望满足即时的欲望。每一个人的意识无共款，有的人是权势地位，有的人是女色，有的人是金钱，有的人是身体健康，有的人是后生查某囝。后生查某囝，我哪有可能成做咱的意识？咱爱真斟酌。其实问题就是出伫到底咱是较爱上帝赏赐的属灵产业，还是咱较爱这个世界的产业？咱得斟酌注意这样的代志。咱爱亲像雅各同款，雅各虽然伫迄个所在受尽欺负，但是伊看重的是上帝属灵囝儿的名分。伊也家己知影伊的毋对，伊嘛知影伊家己为着家己拍拼，但是就是得袂着福气。伊虽然对着伊的兄哥已经得到这个大囝的名分，但是伊开要到20年的时间，才对着天使来得到祝福。亲爱兄弟姊妹，咱有看到无？毋是你签约了后，你就会自然趁钱呢。咱含一间公司签约，迄间公司就会甲钱互咱哦。无嘛，一定爱啥？咱爱做工课嘛，伊毋使来甲钱互咱。这个约的伦理，咱需要注意。雅各伊互上帝甲伊精讲过，互伊破碎过，以后伊的名字变做以色列，伊的子孙变做君王。了后，虽然伊的国家灭掉伊，经过2000年，伊个重新出现伫世界的地图。伊灭国2000年了后，上帝无灭记伊的话。上帝无一定后礼拜就为你做代志。咱定定来问讲，上帝啊，你哪会甲答应出手？你什么时阵才为我做什么货？无定着，咱爱等到1000年。但是上帝答应你的代志，
伊一定会做，讲会到，做会到，伊会应允你，伊的阳光一定会显现。将来你伫上帝国内底会徛起，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日以色列伊的国土，伊重新伊的地图重新出现伫世界当中。圣经内底到伫上落尾遐描写以色列会重新得到什么款土地，遐土地原来一定得得到。无论世界怎样反对以色列，上帝的话一定会成就。今仔日，无论你拄着偌济的艰难困苦，无论偌济人因为你信耶稣来酸断你，无论偌济人伫你信主耶稣的时阵讲你的歹话，请你会记哩，上帝拢总有看见。审判一定会来，上帝是列国的上帝。伤害你的人，上帝知影，上帝有互因机会悔改，但是你所受的苦，上帝也纪念。伊对你所应允的，有一日伊一定会还你，一定会报答你。坚固咱的心，继续看到公义的审判的主上帝，伫迄一日，伊愿意为你来行公义的判断，引带你进入伊永远的阳光。咱三甲额头来祈祷，天父上帝，愿你亲自施阮怜悯帮助阮，伫这个世代内底，互阮会通真真实实跟对你来行。阮毋是为着眼前的利益，阮乃是会当伫主你的真理内底勇敢向前，因为你讲的话一定会成就，并且这个话毋是干那伫阮的心上，也要影响阮的行行顺顺。阮若顺谈你的话，主你讲，所有的代志你着为阮负责，为阮担当，并且你要亲自照着阮手中的公义甲纯正，大大来报答阮，因为你是信实的上帝。感谢主，纪念阮伫你面前所存的一切良善，也要照着你的信实甲公义报答每一位的忠心。祈祷恳求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毋知有新来兄弟姊妹无？谢谢。咱感谢主有一位咱所亲爱兄弟已经是退休是长捐节的朋友兄哥 ，OK。来，林经纶兄伫倒位？嗨，来欢迎经纶兄，谢谢。真欢喜欢迎经纶兄会当三个做伙来敬拜上帝，愿上帝祝福伫经纶兄的心上恩上加恩。有其他新来兄做无？咱等下散会了的时阵我来当加有时间和经纶兄会当三个做伙分享当坐做伙来关心，愿上帝祝福。好，咱这时三个做伙当坐用感恩的心来奉献。这款的奉献，无需每一届也各位提醒。咱如果若是确实了解，咱一切所有拢是对上帝所来。那安尼，咱诚心的奉献，咱怎样回应上帝？上帝监察咱的心肠肺腑，也会将着伊对着咱所讲的话。信实的上帝会行信实的祝福，愿咱伫其中来领受上帝透过咱伫伊面前所做的奉献，对咱的恩赐甲祝福。咱三个起立来吟唱诗歌，同心来奉献。奉
对倒位来？心情啥人知？耶稣，你听我，这事我知影。好声是会落，啥人通活靠？耶稣，你听我，我一生困惑。我若孤单无伴，你的话充满。我若无路通行，你做我牧者。我爱亲近你，照你的旨意。耶稣，你听我，予你来引带。耶稣，你听我。耶稣，你听我，予你来引带。愿迄一位明白人心思意念的主上帝，监察人肺腑心肠的主上帝，亲自将着公义、平安、稳定、疼痛赏赐予你，予你伫苦难中勇敢徛在，予你因为有对伊所来的信心，伫一切的事上，你就刚强无退后。秉守上帝所赏赐的正直、心思的清气，通互上帝伫伊降临的日子，看见你的美好，就用着逐样丰盛的恩典，祝福互你，甲你的行行顺顺。愿上赞而乐归于爸上帝，愿平安恩典疼痛归伫你，甲你的全家。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阿门。咱今日第一堂聚会就到这告一段落，上帝赐福大家平安。大家平安。